来看美国一个研究考古的博士生，伫咧调查墨西哥树林的资料时，发现一座千外当前的玛雅古城，规模是非常的大，面积甲英国爱丁堡差无偌济哦。迄当时可能有3万到5万人伫遐生活。这座古城嘛，应该是21世纪发现上大的遗迹。美国杜兰大学博士生奥德·汤马斯基伫网络看到的资料，伊就先进的光学雷达技术，伫墨西哥坎佩切州发现一个失落几世纪的近代玛雅古城，存在时间差不多是伫公元750到850年之间。真兴的时期可能有带3万到5万人，比即卖的当地人口佫较济。了后调查发现，这个位置有玛雅金字塔、运动场、连续各地区的步道，也佫有露天剧场。这么大的规模，敢若似乎上大的玛雅遗址卡拉克穆尔，可能是21世纪上大的考古发现。One of the things we reported in our paper was that in these blocks, these different areas that had been investigated, we found something like 6,700 structures. 因为博士生是上早发现人，伊都有号名权利。奥德·汤马斯甲伊的同事用福建协和将这个都市号名叫做瓦莱里安娜。博士生指导老师卡努托教授表示，这项发现对改变大部分的人的刻板观念真有帮助。就是热带地区因原本调适较袂富山城文明，毋过事实是，这地区有丰富而且复杂的文化。What we are now able to do is match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eir settlement and the population and what they were fighting over, what they were ruling over, what they were trading with, right, and who was involved with. 研究人员表示，因为这个失落都市是靠光学雷达发现的，所以目前无相片，因为交通真方便，过不偌久就会去调查。考古学家讲，这失落都市离斯普吉尔小镇真近，行路敢若需要15分钟，而且遐是主要的玛雅遗址，这个古城可能会正做一个观光景点。公视新闻新竹北平报。